吴主席大概进来压力太大了，讲话这个逻辑都有点奇怪。我想全台湾都不会有人相信我是中共的代理人。只要陈菊站在你身边，他就瞧不起你。因为他现在不敢跟你或跟绿营来做生意。现在总统与交通部林部长莅临会场，请与会贵宾同仁热烈掌声欢迎总统及林部长。第4位板桥邮局王炳杰先生。吴主席大概进来压力太大了，讲话这个逻辑都有点奇怪。我想全台湾都不会有人相信我是中共的代理人。好，那我们的两岸政策的立场很清楚就是我们要尽力的维持和平稳定的现状守护我们国家的主权，守护我们民主生活的方式我有注意到这个陈明委员昨天有发声明那他对于现在很多的指控他觉得都是不实的指控那他也会提告那我相信就是说他一方面会对社会来持续的释疑，那另外一方面请司法单位来协助厘清，也是一个不错的想法。昨天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财政部有说明说，这种外面的人口进来的事情不是财政部海关主掌的事项那无论怎么说凡是到台湾来的人，不论是先来后到我们都要尊重也不能歧视那作为民选的政治人物也必须要避免用这种错误的，而且是刻板的这种说法来指涉这个我们从外面进来的来参与我们这个社会的这一些新的移民也好，或者是移工也好。那柯文哲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他说，他批评你说，你没有办法管理你身边的人对他的攻击，而且他还说，只要陈菊站在你身边，他就瞧不起你。我觉得台湾是一个民主社会了那政治人物都会受到批评跟质疑的嘛那不用说他了，做总统的我这么多年来，甚至于我在做党主席的时候，这些批评质疑也都是不断的那政治人物就必须要去承受，必须是事宜嘛那所以我相信柯文哲市长或者柯文哲主席，尤其他现在是主席了也更要去体会到在台湾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所必须承受的他说你有找很多人去跟他接洽，而且你过去的承诺都没有兑现，所以他现在不敢跟你或跟绿营来做生意。我知道有很多人是热心的但是不必然的是代表我去传达什么样的意思那在过去的选举的过程中我们也曾经帮过他那也有很多人也很热心那他不应该把这些人的热心作为一种不友善的解释那这个是不好的。好，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